農曆新年過後，市場需求保持強勁，帶動澳門2月博彩毛收入按年上升4.5%，錄得206.27億元。按月雖然下跌咗8.9%，但係表現仍然勝於市場預期。今年春節黃金週內地假期長達9日，期間訪澳客量錄得高達155.5萬人次，日均客量按年升咗5.5%，成為澳門有統計以嚟春節假最高日均旅客量。然而，吸客能力似乎未能夠完全反映喺收入增長之上。撇除2月只有28日嘅因素，6個博企嘅中場日均殺數相比1月份未見有突出表現，僅屬平穩。根據柯煙從業界渠道所得，但係未經官方審計確認嘅數據顯示，2月份銀河中場以27.3億元繼續穩坐殺數榜冠軍席位，按年增長13.8%，按月就跌咗9.9%。但係若果以日均殺數計算，則按月持平。根據柯煙嘅觀察，喺春節頭幾日嘅假期，銀河中場相對平淡，年初四打後先至開始發力。從成個市場嚟講，假期過後需求保持強勁，銀河中場表現可以話係緊貼市場嘅趨勢。而喺2月份表現令人驚喜嘅就有永利皇宮，佢嘅殺數14.5億元躍升至到殺數排行榜嘅第2位，係柯煙有數據以嚟首次登上亞軍寶座。春節期間，永利皇宮嘅主席會擴建之後重開，新場效應可以推廣貴賓業務，增長亦都不足為奇。然而2月，永利皇宮中場竟然超越一向企穩三甲之列嘅維斯美高梅同大場威尼斯人，難怪管理層亦都大幅提高2025財年嘅末期息，可以見到對前景信心十足。至於排名第3，就係連續2個月跌出三甲嘅威尼斯人，2月份以14億元緊貼永利皇宮，重上季席。上個月威尼斯人終於重拾狀態，雖然春節假期開局賭場同商場人流表現略見淡靜，但係似乎稍後嘅日子隨住市場需求增強，挽回頹勢。金沙中國嘅管理層亦都表示，澳門市場推廣競爭激烈，經過多番調整策略，今年將重點優化促銷效率，而旺季過後嘅表現如何，實在令人期待。市場份額方面，2月份銀河中場佔澳門總賭收約13.2%，排第2嘅永利皇宮中場佔7%，排第3嘅威尼斯人則佔大約6.8%。上述嘅數據最終均以博企官方公佈為準。